春风歌声是我介欣赏的首歌，当然写词的人我更加欣赏。这位老师伫台湾这个歌坛留下真侪足水的作品，就是迄个杨三郎。杨三郎呢，讲有这个乐器，伊拼去到日本哦，迄毋是遮简单哦。你喺日本啊时代，我都拼去到日本有乐。迄原来是算出国深造、出国留学的啊！这个杨三郎所写的歌呢，我是感觉讲每一首拢真雅。伊个雅的部分，毋啦干那歌词真美丽，包括着伊的歌名，拢是真雅。比如讲《春风歌声》这首，也是秋风夜雨。也是孤鸾花，万里早归。你甲看这，拢是有淡薄仔文言，拢是有学问的。安尼就真无简单，写的歌爱真雅，迄个韵、迄个词，拢爱写了真美妙，才有法度安尼流传万世。一地趟过一地，你甲看这首《春风歌声》，念两句互你听。东平日出黎明时，清风吹来笑眯眯，风光美景满人意，可爱小鸟吟歌诗。伊写好歌来传世，流传的歌有够多，邀请记录下姐，伊就会了解一切。杨三郎的歌当时红到什么程度？水甲偌水。偌济人会唱，问啥物人会知？年岁较济淡薄仔的歌手，就会当了解。若记录下这记录下这，伊当然真了解到杨三郎伊的歌、伊的词、伊的曲，拢会当真了解，因为伊是迄个咱业界的国宝嘛。无论是讲杨三郎也好，我即马讲的是讲记录下，原来是台语歌坛的国宝级的吼。来，若无就互这国宝级的来唱国宝级的歌，来欣赏这首《春风歌声》，咱来邀请记录下大姐为咱献唱。万里无云天青青，用歌交替在弹琴，看见外面好光景，江水悠悠流袂停。春风吹心情，热血星星。唱歌声，将咱前途的光明。
厉害红狗遐。你原唔捌报？我吃看卖啦。